主后2022年12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苦难中的开力。圣经诗篇118篇第19到29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，上主就应我，解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人会当甲我安怎？上主为我做我的帮站，我会看见我的对敌受报应。用上主做避难所，比瓦克人较好。用上主做避难所，比瓦克统治者较好。列国甲我包围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包围我，对四面围困我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亲像蜂甲我包围，亲像火烧刺皮安尼烧我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亲像火烧刺皮安尼烧我，嘛通译做，毋过因亲像刺皮着火随时烧去。因出来请我，互我险跋倒，毋过上主帮助我。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若唱歌称赞，伊互我得到解救。伫上主子民的布边内，有凯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主的正手举悬悬，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。我袂跌到死，会活落去，通讲起上主的作为。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跌到死。甲我开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气杀的足，已经成做出壳头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着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的殿祝福你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以上。伫苦难中的开力。早期基督教出名的神学家特图良捌讲过一句名言：顺道者的火是教会的种子。顺道者就是拄着宗教迫害的时，还坚持信仰，落尾牺牲性命的人。对历史来看，这个顺道者诚做信仰的见证。最后，往往互当当时受压迫的教会搁较兴旺，因的顺道诚做为福音兴旺的种子。
虽然用台湾的现况来看，为了信仰顺道，若像是无啥会发生的代志。毋过，袂当否认的是，也有袂少人愿意为着坚持信仰遭受反对，搁为这来受苦。特别是拄搭信主的第一代信徒。倒转来基督信仰看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也是用伊所经历的苦难，借着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为咱洗净罪恶，互咱通得到上帝的救恩。基督徒伫信仰上所遭遇的苦难，甚至伫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痛苦，往往互人搁较知影家己需要上帝，因为在人袂在上帝凡事拢会。诗篇118篇一开始，诗人就不断提到，每一个人拢爱为上帝永远长存的慈爱献上感谢。伫献上感谢了后，诗人随时讲到伊伫急难中求救上帝，最后上帝有应答伊，搁透帮伊。对大部分的人来讲，伫顺遂的时阵，无一定会信靠上帝，体会到伊的同在，反倒是伫苦难中才愿意求救上帝，搁体会伊的帮衬甲庇护。最终，伫苦难的经历中，真正体会上帝是咱的力量，互咱通得到拯救，搁会当对心底唱出感谢的诗歌。就亲像顺道者遭逢苦难，因也必然亲像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的时，感受到家己好亲像去除师傅气杀的石。落尾却诚侪基督信仰真重要的奇迹。所有人借由耶稣的受难，认捌上帝对咱人的拯救。顺道者所受的苦，也诚侪相款的见证。苦难未必然是化妆的祝福，毋过苦难却是互人愿意倚靠上帝的契机。当人伫生活中拄到各种困难甲挑战，可能是破病，也是工作上、学业上拄到无顺利，可能是婚姻上、家庭生活上拄到困难，也是信仰上拄到挑战。无论拄到怎样的代价，互咱学习倚靠上帝，祈求伊的帮衬。伫中间体会上帝的同在，看见上帝帮衬甲庇护，顺道者所遭遇的灾难，通诚侪教会兴旺的种子。咱所遭遇的苦难，通互咱搁较认捌上帝，也搁较倚靠伊。默想。最近我所拄到的困难甲挑战是甚物？我是毋是有将这个代志交托互上帝？还是我想要倚靠家己的气力解决的？最近我所拄到的困难甲挑战是甚物？我是毋是有将这个代志交托互上帝？还是我想要倚靠家己的力量解决的？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。我知伫患难中，你要施行拯救。求你互我会晓伫困境中倚靠你，搁体会你甲我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